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连经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主是的，我们的生命主权要全然交给你，我们深深相信顺服必带来美好的祝福。因我们在困境中，主你必赐力量；我们在黑暗中，主你赐下亮光；我们在绝望中，主你赐下盼望。主啊，我们的生命经过不断的炼净，为的就是要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感谢主垂听孩子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谢谢敬拜团，感谢。好，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些变化哈，我们的流程就是在会前祷告，我们会把它移到周三，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会有奉献，请弟兄姐妹准备哦哈。好，奉献是出于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有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奉献。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无缺的生活，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能来到主的面前，并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求主继续保守每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工作上、学业上，或者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得到主的赐福，也都能靠主得胜。主啊，我们也要聆听主对我们的教导，在生活上作为周遭的光和盐，并为主做见证，传扬主的福音。现在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及才能，让主来使用，求主接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是报告哦哈。好，我们。上个礼拜有报告这一个了哈，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提醒，詹俊玉长老他有奉献他自己的书籍，他的写作哈，叫做什么？道。OK， 100本哈，那有亲笔签名哦，詹俊玉长老，他的书真的是很容易懂，也很容易读哈。那我们开放给会友怎样？每一本是多少钱？300元哈，欢迎大家来订购。所有的奉献，这所有的那个你们所买的这些钱，全部都是奉献给教会哦哈，感谢大家哦。好。
好，接着下来就是今天是我们7月7号那个圣礼典的受洗，这个所有的截止报名到今天止，请大家注意哦哈，留意哦哈。好，那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华语场的礼拜，我们台语场礼拜就是会前祷告就8点50开始，然后华语场礼拜就是像今天一样这样子，我们在会前祷告就会移到周3，然后我们就接着就是这样奉献完了就是报告，然后就接着就是牧师的讲道。我们今天就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哈。好，第3季的服事表，请各位同工务必要仔细留意哦哈。然后请我们要调换时间的，请大家自行调换之后再跟忠义长老讲，也跟曼双讲哈，要让他们知会一声。好，再来我们崇拜部这里有上礼拜也有提到，我们需要征召哈，你有服侍的，有投影的，还有音控的，都求我们恳求应该是讲说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啦哈，我们一起参与在这样的服侍里面。那当然说我不会，我不敢，不用害怕，你可以扫 QR code， 我们有里面的一些报告，有一些你可以在那边报名。然后最重要是我们看最后一行，我们念一下好吗？来。训练后再开始安排服事。所以你要不要担心你不会？我们有经过训练啊，我们绝对不会让不会的人就上来，不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心摆上好吗？哈，好，再来我们又有一位老师杨丽茹老师。他又获得了桃园区的这个闽南语比赛，是什么比赛？什么第1名？你们念一下。字音字形。不得了！我跟你讲，台语好难哦，真的可以第1名哎！你知道杨丽茹老师来的话，他在我们当中吗？第一场，还是在这边给他拍手好不好？让他从直播可以看到，对，无比的荣幸哦哈。好，来5、6楼还有牧师馆，还有我们的外墙。陆续的整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我们非常需要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维护我们教会的清洁，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奉献就是要摆在这个地方，要为教会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哈，我们恳求弟兄姐妹哦哈，我们甘心乐意的参与在教会的奉献。你们知道奉献也是服事，你们知道吗？知道吗？是。知道哈，你们知道参与礼拜也是服事。是的哈，好，我们都在服事当中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来，我们的关怀咨询哦，这个是很棒的，因为我们是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医生小组，你知道我们的小组有一个叫陆家小组，那个小组就是很多的医生在那个当中哈，同质性的小组。然后我们每1个月都有1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健诊。来，你们看得到那个服务项目吗？算是你们的右下角吗？你们看得到吗？第一个是什么？有慢性病，对不对？饮食调的，还有什么儿童的，还有发展。对，这些都是可以在咨询哦。那这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你很多社区的人，你没有办法把他们邀请到教会来，就先把他邀请到这里来哈。那我们的健康咨询在什么时候？你们知道6月是几号？你们看得到吗？30。6月30号就是下一周，所以这一周就是你可以大量邀请你的社区朋友，好不好？那你把他邀请来，你要陪伴他哦哈。好，感谢主哦，教会的5、6楼我们已经都开始完工了，今天就开始可以进入我们的使用。阿嘎北也会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哈，儿童牧区哦哈。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请儿童牧区的家长要留意，我们有一个升级礼拜，我们有一个仪式啦哈，下周就会有这样子。然后再来，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国中的孩子或孙子？有没有？有。都没有。牧师有啦哈，我没有啦哈。但是我们很重要是，我们在同一个时段，就是我们现在在聚会的这个时间，10点半这个时间，我们在下周开始，我们有国中生同一个时间哦。你在这边聚会，你的孙子、你的孩子，国中生的孩子可以一样在这个时间，他们是在教会的702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为了要让他补习，就忽略了这2个小时的。跟神的约会时间，因为你忽略这2个时间，可能你的孩子就再也回不来哦。我们已经有太多这样子的，不能说太多，但是我们真的有看到这样的家庭哈，就不要为了2个小时去补习，或者到我们这一栋的楼上去补习，再就叫不回来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把孩子的这个信仰的这件事情要看得很重要哈。好，儿童牧区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周报哦哈。圣经共读哦，开始了哈，大家有没有进来？起不来，可以看 YouTube。
可以哈，你们也可以看重播，我们都会一直24小时都会有哈，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我们礼拜3都有松大的讲座，这每个讲座都很棒，大家也扫 QR 看，可以QR code 留意里面的东西哈。好，我们的李美月的父亲也是哈，大家可以留意这样子的事情，然后看到美月姐来关心他哦哈。好，我们介绍新朋友，我现在这里没有单子哦，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新朋友来啦，他觉得说我不想要留单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强迫他哈。但是我们2位新朋友，我们邀请你们站起来好吗？新朋友，对，让我们欢迎你了哈。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大名哈，对啊，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们哦哈，欢迎你们好不好？对，下礼拜来我们依然要这样欢迎你们好不好？哈，你们是怎么来的？怎么知道迦南教会的 ？Google。看搞不 ？Google 就来了，对不对？一定要来哈。那你们是基督徒吗？啊，是，欢迎啊，用力的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哦，哈，欢迎你们，也很希望你们留下资料，让我们可以进一步跟你们联络，好不好？哈，好啊，接着下来，好，来宾介绍没有了哈，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4章16节今天的金句哦，来用华语一起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再次好不好？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6节。好，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哦，希伯来书4章11到16节，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进入那安息，这样无论谁都不至于像那些违背命令的人跌倒失败。上帝的话活泼有效，比双刃的剑还要锋利，连灵和魂、关节和骨髓都能刺透，它能判断人的心中的欲望和意念。没有一件事能向上帝隐瞒，一切被造的都赤裸裸地暴露在他眼前，我们都必须向他交账。那么，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已经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相反的，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阿们。那我们要邀请陈柏之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他今天所要讲的信息叫做“在安息上卓越”，在安息上卓越，请牧师。好，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在主日的敬拜啊！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请安，如果可以跟他握手，也跟他握手，跟他说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啊！好，那么也欢迎在线上参加直播的弟兄和姐妹们。好，能够一起敬拜呢，是一件上帝的祝福。好，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因为忙碌、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在这个地方。但是透过科技，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个礼拜我们把自己的家、上帝的家、天上的家，好做了一个整理，所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管理天上的家。好，就是要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所以在天上的家要建立上帝的国度。天上的家是关于我们在地上如何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而天上的家代表我们要进入那永恒的荣耀。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是上帝所要给我们天上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为天上的家来努力。而我们今天要继续透过希伯来书来跟大家来分享，在4方面，接下来这4周如何来在这些事上来卓越。希伯来书它本身有一个关键字，好，中文叫做更美，好，我们一起说更美。台语呢，较好，好，较好，好，但是台语有时候好像在
骂人的感觉。好，你的老师比较好，你的妈妈比较好，好像会有一种，但是呢，它的意思呢 ，better， 好 ，superior to other， 好，就是比更加的卓越，更加的超越。希伯来书这个更美呢，卡赫呢出现了10次，好，刚刚好，不多也不少。从第7章、第8章、第9章到第12章，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祭物，更美的产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更美的事和更美的信息。为什么希伯来书他要用更美？因为他在比较，他在比较什么呢？好，他在比较的就是，这是一个劝勉的讲章，他要把基督教和当时的犹太教好来做一个比较。因为他要劝这些以前是从犹太教来信耶稣的人，而今天呢，好，你要知道，不要再回头路，好，你要继续的好守住基督的信仰。所以他用旧约犹太教熟悉的摩西、天使、祭司、这个麦基洗德、亚伦、好献祭等等的。好，来介绍好这位更美的中保、更美的耶稣基督、更美的产业、更美的复活、更美的信息。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本身对古典的希腊文非常的熟悉啊，好，所以他呢，好也能够用非常精美、优美的文字。所以读希伯来书的困难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字，这些字对我们来讲陌生、不熟悉，甚至是其他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过的字。但这些字呢，它不是只有一个意义，它所代表的意义也好几层。而希伯来书呢，它写作的时间好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后70年被火焚烧以前。因为在焚烧以前，他们都还可以回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敬拜。犹太人1年要3次过节，但是因为圣殿被烧之后，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可是从希伯来书知道，那时候有些基督徒还跑回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好，跟犹太人一样在那边献祭。还有希伯来书，它是在意大利，所以圣经写下了意大利这个地方，好，是在罗马，所以它是一个在写给罗马的教会弟兄和姐妹。而当时这些收到希伯来书的收信人，或是听到这个劝诫的劝勉的人，他们是正在尼禄皇帝的迫害底下，在那边来受苦。而且呢，有一些人因为受不了苦，他就要回去到犹太的会堂，他希望好能够躲过一劫，好，因为这个皇帝就追杀基督徒，而他必须好，他为了留下来，活下来，好，所以他不敢承认去教会，他就去犹太人的会堂。好，他想说，我也是敬拜上帝，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我们不要走回头路。好，所以他用了3个方法，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更好，而且不断的劝告我们要一起来努力。而且呢，他也做出了郑重的警告。可以请那个嘉瑜带他的女儿来台前吗？刚才报告的时候我忘记这件事情。好，今天那个嘉瑜执事啊，好，他的女儿第一次来做礼拜。好，所以我们要来为这个新生儿啊，好，来为他来祝福啊，好，叫做赵文新，好，应该叫做赵文新了。好，所以我们好看见有一个新生命，好，能够来到教会啊，来台上，好，我们来拍手来欢迎哦。赵文新啊，好，那文新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好，有人知道文新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吗？乐乐，赵文乐啊，他的姐姐呢？小桃，赵文桃，赵文一，好，所以我们来为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露个脸。好，是5月出生啊，满月了嘛？好，满月了。好，那我们一起来为文心，好，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文心他能够第一次来教会做礼拜，也感谢你让他能够借着威明还有嘉瑜夫妇啊，他们能够建立一个上帝蒙福的家庭，在上帝的家中来成长。愿上帝来祝福文心能够成为神所喜爱，也是众人所喜爱的儿女，也让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自己，也更加的认识神。也奉主的名来祝福文心，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和他的哥哥姐姐都能够在迦南教会平安健康成长，
茁壮。我们献上我们的祝福、感恩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再一次来祝福文心，好，文心。好，那在教会当中有新生儿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好，只是呢，我们现在大家忙着各行各业，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结婚，结了婚可能也没有时间生小孩。那生了小孩可能也怎样，没有时间管小孩。我觉得我都快要没有时间管小孩。但是上帝要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叫做什么？安息。讲到安息，你会想到什么？后面安息。主怀，好，就是 RIP。什么叫 RIP？Rest in peace， 好，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安息了。好，我们这里有2块白布，好，很有这个画面哦。安息，我们都会把它想到是我们盖上白布安息那个时候，但是在圣经，特别在希伯来书当中，安息不是盖上白布，安息不是放假，是什么？放空。知道什么叫放空？放空就是让你的脑袋空空，好，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安息不是休假，是什么？休息。休息重不重要？休假呢？你有没有休假？休假比上班还怎样？还忙，而且休完假之后比上班还怎样？还累啊！大家都一样。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休息，你只是在更忙。安息不是请假。好，安息不是说我要去安息，我请个假。安息是什么？倾听啊。所以安息它的希腊文，好，它的或是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呢 ，sabbath 它有这几个意思，叫做我们来说一次：休息、暂停、恢复完全。什么叫做安息？不是盖上白布，而只是一个休息，它只是一个暂停，而且你暂停之后要恢复到怎样？完全。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定义来看，什么时候安息主怀，就是你不是躺在那边，好，而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好，还要继续的往前走。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是在创世纪，上帝创造完的下一章第2章一开头，我们来读1到4节。这样，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在第7天，上帝因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就歇了工。他赐福给第7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这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过程。现代翻译圣经的学者都不敢只有用安息，因为这个字呢太狭隘，所以他把它翻的，他的意思就叫做歇了工。而且不是只有停工，还要休息，歇工休息。所以你也知道，安息这个字本身就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刻板、制式化的一个安息，而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好，非常的深和远。而希伯来书就帮助我们，好，特别在第4章，安息的目的是为了顺从什么？神的道。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息。没有安息就不得安宁。好，你觉得你现在生活过得安不安宁？好，安宁。好，因为你为什么会安宁？因为你睡得饱，吃得好。那你为什么不得安宁？可能连最基本的睡觉都有障碍，连最基本的吃饭喝水都有困扰，所以你就只好更忙的好去想办法有饭吃，想办法有水喝，所以就不得安宁了。好，这里有一张图。好，这个休息就是好，不休息就好像一辆车。这辆车呢，好，它就是打算怎样？一直开，需不需要休息？你觉得车子需不需要休息？如果这台车它都不休息，它会开到怎样？没有，现在不用加油了，现在都用电的，好，死得更快，好，因为它要去找充电站。如果它不休息，一下就没有油没有电，就算它的油很多电很多，它要不要换轮胎？它如果不换轮胎，开到爆胎，这个车还能开吗？它需不要去换机油？它需要去保养。一个车子、机器好也需要保养。好，就我们如果是工程师，你常常在保养你的机台，你这些机器都需要保养。那人呢？不是铁打的。还有更重要的，我们的脑袋，你有没有在休息？你的脑袋什么时候休息？
睡觉吗？不一定，睡觉我们还会做梦。好，你的放空，脑袋也有可能像一台车，不停的想，不停的转，不停的烦恼，不停的忧虑。如果脑袋不休息，要么没油，要么没电，要么爆胎，要么没有机油，要么就引擎过热，不然就宕机，好像机台一样，好，电脑就当掉、烧掉。因为我们的脑袋、我们的生命都需要像机器一样要保养、要休息。安息是为了要顺从神的道、上帝的路。上帝的路永远都是直的吗？上帝的路很有可能会转弯哦。上帝的路，譬如说保罗的宣教旅行，他可以一条直线吗？没有啊，上帝也要他转弯，好，不要往北边去，要往特罗亚去，好，所以他就往西边走。上帝就把这福音转弯了，就带到了欧洲，好，从小亚细亚就带到了欧洲。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转弯，需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踩刹车，需要我们什么时候要踩油门，要休息。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顺从上帝的道，我们就会被上帝淘汰掉。所以上帝在希伯来书第3章说，有一些人不用休息了，你直接开去报废场，直接把你报废掉。哪一些人呢？第3章第7、第8节我们来念。所以正像圣灵所说的，今天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你们不要顽固，像从前背叛上帝，在旷野里试探他一样。上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不是放他们放牛吃草，上帝会透过摩西、透过使者、透过律法对他们来说话，甚至上帝自己在西乃山上用雷轰、闪电、密云当中有声音哦，好，直接听到。所以圣灵说，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但是不要再顽固下去。他们多顽固呢？他们想要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来看。他们惹上帝生气，上帝就说：“我们继续来读9、10、11。虽然40年当中，你们的祖宗曾看见了我的作为，他们还是在那里试探我、考验我。因此，我向那时代的人发怒，我说他们都不忠心，又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在愤怒中发誓，他们永不能得到我所赐的安息。”上帝本来让他们听见声音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等一下要右转，等一下要左转，走快一点，走慢一点，或是直接就停下来休息。可是他们却听到上帝的声音，却试探上帝，甚至考验上帝，说：没有，我们想要往这边，没有，我们想要走回头路。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甚至想到他们在埃及吃到的西瓜，所以你读创世纪，连西瓜他们都搬出来。在旷野没有西瓜，上帝我们要吃瓜；上帝在旷野没有肉，我们要吃肉；在旷野没有水，我们要喝水；没有buffet，我们要吃这个，我们要点菜。上帝说，西瓜比较重要，还是迦南地的流奶与蜜比较重要？你会选哪一个？迦南地的流奶与蜜，buffet，迦南教会，你会选哪一个？怎么都没有听到你们的回应？我再问一次，buffet，迦南教会，至少对嘛？你在迦南教会有机会吃到buffet，你在buffet有机会吃到迦南教会吗？没有机会啊！我们要那个手机也太兴奋了。好，我们要聪明一点，要知道上帝的道，要先选择那最好的，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可是他们只是试探上帝，考验上帝，最后他们成为上帝口中的不忠心，而且还违背我的命令。上帝说的话，他们不听，而且还不忠心。说要上帝往左，他们偏要往右；上帝说要快，他们却要慢。所以最后的结果，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他们永远得到我所赐的安息。这一块白布，他们永远得不到，没有办法盖上这一块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安息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把上帝的话听清楚，以为我们很努力的奔跑，很努力的开车，很努力的加油、充电、保养，结果最后完全走错路了。安息代表我们要走上帝的路，而且我们要选择更加卓越的安息。透过今天的圣经，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有3件事情可以让你在安息上更卓越。第一件，圣经说的，大家一起念：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第4章第11节，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进入那安息，这样无论谁都不至于像那些违背命令的人跌倒失败。那里我把它用一个黄色字，那个黄色字叫什么？那安息 ，English 呢 ，leg rest， 那个休息，那个安息，哈，在英文当中叫做 rest，rest 就是一个休息，就是一个暂停哦。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那个安息，那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在希伯来书有3种的安息。第一种的安息叫做迦南地的安息。什么是迦南地的安息呢？它就是要进去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可以去到那边好好休息，所以又叫做应许地的安息。我们说应许地的安息，他们什么时候离开迦南？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回来，其实亚伯拉罕也是回去。最早的亚当夏娃，好，就非常有可能就是在迦南地，上帝的伊甸园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后来人犯罪，洪水、挪亚方舟四处漂流，上帝让亚伯拉罕又从那个乌尔两河流域回来到了迦南地，用他的人生的积蓄买下了第一块的地，叫做坟地，墓地，是为了埋葬他老婆，所以他成为这个土地的主人，因为他真的用钱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什么？以撒有2个儿子，哥哥叫做什么？扫。弟弟叫做什么？各。后来雅各有几个儿子？12个儿子。他的12个儿子，谁在埃及当了宰相？约瑟。所以就把他的爸爸、哥哥、弟弟70个人从迦南地就带到了埃及去，然后在那边圣经说430年的时间，摩西才又把他们从奴隶的身份要带出来埃及，去哪里？回去迦南地啊，要回到迦南地。所以等到他们回到迦南地，表示说他们结束了这430年的流浪，结束这430年的坐在外面的日子啊。牧师也曾经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在那美国5年的时间呢，感觉就好像在外面，都没有回家的感觉，一直到真的回来，才有回家的感觉。所以我回家呢。好，我们回到5年，我都没有回来台湾，所以回来台湾第一件事情是怎样？吃没有拍谁？回来第一件事情要先隔离。好，那时候是疫情当中，所以我们要隔离14天。好，所以呢，我们都很想好了，14天先叫阿公阿嬷先把冰箱的东西都冰好，然后厨房的东西都摆好塞好。那14天就开始，哇，终于可以吃到好几年没吃到的东西。好，然后呢，常常就叫这个外食啊，可以送进来。所以14天隔离完了，晚上12点一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赶快出门。好，那时候我们住在嘉义的水上，走路，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车，好，我们那时候没有走路半个小时，走到最近的便利商店。哇，这才叫做台湾！好，终于有一个便利商店。在美国的便利商店，这不是便利商店，好，那个只是一个加油站，好，那个 7-Eleven 都是骗人，好，讲太远去了。应许地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他们经过了430年，但希伯来书有第2种的安息，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又称为什么？上帝的安息。在这里指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做的事情。他们在安息日做什么？礼拜5晚上太阳下山，就是差不多6点的时候，就是安息日的开始。
所以按照摩西的律法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他们要知道礼拜六太阳又下山，好才完成安息日。但安息日当中呢，男生他们要读经，他们必须要祷告，他们必须要在家里面好跟家人一起吃饭，而且他们要去会堂，好只能够去会堂，不能够去 7-Eleven， 好不能去全家，他们就要守安息日。到今天以色列有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社区，他们继续在做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但是更超越、更卓越的安息是上帝所要介绍，叫做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刚才我们读的，而且叫做今日的安息啊。好，今日的安息，什么是今日的安息呢？好，就是这个安息日不是指迦南地那个地方，这个安息日也不是指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这个时间，不受空间、不受时间的约束，叫做今日的安息。我们说一次，今日的安息。意思就是每一天都是安息日，跟你旁边人说，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所以每一天你都可以因为安息日重新得力、平静安稳，每一天都可以再出发。怎么样竭力进入呢？其实这3种安息日，圣经都有教导我们。第一种的安息呢，就是你要听他的话；第二种的安息呢，是要加上用听道和信心来调和；第三种今日的安息很特别，你要怎么样竭力进入到那今日的安息？你要交账。我们说一次，交账。交账呢，跟安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第12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活泼有效，比双刃的剑还要锋利，连灵和魂、关节和骨髓都能刺透它，能判断人心中的欲望和意念。没有一件事能向上帝隐瞒，一切被造的都赤裸裸地暴露在他眼前，我们都必须向他交账。黄色的字再念一次，必须向他，再大声1倍念一次，必须向他交账。安息的终点必须向神怎样交账？你有欠钱的不要举手，但是我问一下，你知道你欠钱的，你欠人家多少钱吗？如果你有贷款买车、买房子、好买东西，好你就是欠钱。你知道你还欠多少钱吗？好，有的人可能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有人说我从来不欠钱，哇，那你真的很好命，好都不用去贷款，你就可以去应付你人生一切所需的。但是在这边说的不是只有欠钱，你知道你欠上帝多少吗？不知道。你觉得你欠上帝多还是少？多，有多多？不知道。用10个人生来还得起吗？还不起。那要用几个人生来还？1辈子、10辈子、几百个辈子，不一定还得起。为什么你知道你欠上帝这么多？因为前面第一句话，上帝的话是活泼有效的，就是你听见上帝的话，所以你知道上帝所做的事，你就知道上帝的恩典。这个活泼的泼啊，好，其实它不是指那个上帝的话好像过动儿，好，然后丢几嘞。上帝的话，意思就是上帝的话不是死板板的，被写在圣经，然后就不会改变，不是。上帝的话是活的。上礼拜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怎样会走路的圣经，代表你就是活的上帝的话，你能够把上帝的话活出来，走到哪里就活出来。而且上帝的话比剑还要锐利。剑跟刀有什么不一样？刀，菜刀就是只有一边有磨到很利，剑呢几边？2边。为什么要磨2边？你菜刀2边需要2边吗？不用，你切菜只要1边就好。剑的话是怎样？你要出去跟人家挥剑，好，你要出去跟人家砍杀，甚至2边就是你可以直接插入、刺进去，都要磨得很利。所以剑是用来当作武器的。上帝的话
就是让我们是一个两刃的利剑，它可以锐利到一个程度。那个很利的剑呢，好，那个日本很喜欢做这种武士刀，武士刀拿来砍什么？砍竹子啦，砍木头啊，好，然后他们要比赛，好，一支刀可以砍几根木头，好，从右边那砍，好，砍到最左边，好，啊，武士就是呵。上帝的话呢，比那个武士刀的剑还要利，让你从国中、从高中到你上班，到你退休，可以一路砍下去。不只是这样，连我们的灵魂、灵和魂都能够分开。你可以把你的灵和魂分开吗？怎么分？你分不出来。我的灵在做什么？搞不好我们都不知道。你的魂在做什么？搞不好你都看不清楚。可是上帝的话呢，进来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灵在哪里，魂在干什么，还有我们的身体在做什么。上帝的话把它分得很开，而且连我们的关节、骨髓。有没有人可以把关节、骨髓分开的？有这种特异功能？没有办法。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把它分开？意思是说，连那个非常紧密连在一起，就在最里面的骨头里面的，但是上帝的话是无所不入，都能够进入到这里面。所以13节才说，上帝把我们的人生全部都切得干干净净，好，整理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哪些的不足，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上帝什么，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向上帝来交账。所以怎么样进入那安息？竭力进入，就是为了要向上帝来交账。而向上帝怎么交账？就是要安息，就是要进驻神的话。安息，怎么样进驻神的话呢？因为上帝的话是活泼有效，是锐利。而怎么样安息交账，就是让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欲望和意念。欲望，好，我们通常都会在下面加一个心，好，底部心。那个欲呢，就会变成情欲的欲，好，就会变成英文当中的 lust。可是呢，我把它心拿掉，好，它代表是一种意念，好，是一种想要的。上帝把我们的想要的都能够分辨出来。刺入、剖开、辨明。你跟上帝求什么？你想要的，我想要一件新的衣服，我想要一个新的手机，我想要找到男朋友，我想要生孩子，我想要买到房子，我想要换到更好的工作。这一切，如果你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会进入说：为什么你想要这个房子？为什么你想要换这个车子？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而上帝会借着他的话刺入、剖开、辨明，最后让你分辨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而这一些，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准确的交账。所以，我们的心中的意念会决定我们一生的结果，到底是在前进还是在后退哦。所以这几件事情，好。我们把这1、2、3来念一次。第一个，安息就是进驻神的话；第二，让神的话晋升心中欲望和意念；第三，心中意念进退我们一生的结果。上帝的话是让我们可以进入那安息，进入那安息的目的是为了最后要有一个结果，这结果是要跟上帝来交账。而这个结果，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结得出来，结不出来呢？第三，我们就是要坦然无惧来到哪里？施恩座前哦。好，那这一段呢，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欢这段经文，好，而且也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14到16节。那么，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已经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相反地，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的恩典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啊。16节再请大家再念一次。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你有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有，什么时候听到？急难的时候，还有刚才你在念圣经的时候，这都是上帝的声音。每次你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就要让上帝的话成为一把两刃的剑，进入到我们的意念当中，要帮助我们去知道怎么样跟上帝来交账。而交账呢，我们怎么可以交账？就是我们目的要能够学习祷告。好，所以我们其实说是我们要学习祷告。在这段经文当中，好，明天的共读，好，我们会继续来看。好，但是我只能够很快的告诉大家，祷告就是让神的道带我们进入高天，祷告就是让神的道帮助我们进前到宝座，祷告就是借着神的道使我们进入那个祷告。所以安息是从神的话开始，然后祷告结束。再说一次，安息是从什么开始？神的话开始，什么结束？祷告结束。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读经、祷告，隔天读经、祷告，隔天读经、祷告，用上帝的话成为我们一天的开始，用祷告成为我们一天的结束。这就是我们能够进入高天。为什么能够进入高天？到天上，因为有一位从天上来的祭司，这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他从那里来到跟我们一样的人间，所以他也会带我们回去到天上。所以他好像带我们进入到迦南地的安息。他曾经住过迦南地，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他从那里来到这里，我们在世界就是埃及。他知道那条路怎么走，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爬山，什么时候下坡。他也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流奶与蜜，就是永恒的新生命的埃及地。而神的话也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这个施恩宝座前，在旧约当中，祭司1年1次可以到约柜。这个施恩宝座就是指圣殿当中或是会幕当中的圣所后面的至圣所里面的那个有基路伯看守的约柜。什么时候进去？每一年的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1年1次的进去。但是呢，因着我们的安息，我们可以随时进到神的宝座，不用透过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着耶稣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而这样子的迦南地的安息，犹太人在这个安息日的安息，甚至是赎罪日，好，因为赎罪日后面就接着10天的住棚节啊，好，这都是他们庆祝的日子。可是呢，他们在这个安息当中，不用等到1年1次，今天就有一个叫做今日的安息。今日的安息就是你读完经之后的祷告。好，所以再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读经完之后的祷告就是你今日的安息。你读经完之后的祷告就是你今日的安息。你今日怎么样活得平安？今日知道怎么样停下来休息？今日知道怎么样往哪里走？就是你今日的读经，今日的祷告，在上帝在带领你，所以可以使我们得连续。得连续就是我们好像上礼拜看到那些孤儿没有人管，或是我们好像没有人照顾，可是因为我们今日读经祷告得到安息，就被连续得蒙恩惠。本来我们是不配得考上武林高中的，我们只能够考上桃高，考上阳明或是新兴或是正声。可是你怎么突然成绩单一打开一公布，哇塞，好，你的志愿比你前面填的还更高，白白天上掉下来，这就是一个恩惠，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本来你不配成为这个公司好的这个阶级，这个主管，可是上帝让你蒙恩，好像但以理，知道但以理他本来是什么俘虏，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贵族，可是被抓到巴比伦，他成为俘虏。可是上帝让他在巴比伦一样蒙恩，他从一个俘虏变成了后来是巴比伦帝国的宰相，而且是宰相当中的第一名，最大的那一个。因为蒙恩惠，有多少人你想要跟但以理一样蒙恩惠？请举手。大家都不想。好，感谢主。好，你想要像但以理一样居首不居下，好，做头不作尾，好，请举手。这是祝福，好，不用害怕举手。但是但以理他有没有读经？但以理他有没有祷告？而且他一天祷告几次？3次，而且要向哪边祷告？向着西边。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圣殿是在西边，向着西边来祷告。所以他每一天安息，每一天进入上帝的话，每一天让上帝的话像2刃的剑刺入剖开。你以为但以理很会解梦吗？他去哪一个大学学来的？他是读了中原的心理系吗？他是去考了什么心理研究所？他很会解梦？不是，是因为他每一天进入安息，借着上帝的话，借着读经，借着祷告，他比众大臣更有智慧，所以他蒙恩惠，而且还有随时的帮助。但以理的后来3个朋友都跟但以理一样，一次是被丢到什么坑？狮子坑。一次是被丢到哪里？火坑。好，但以理书我们今年11月、12月我们会读但以理书啊，这一卷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些只是前面的故事，真正重要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但以理他有没有得到帮助？在狮子坑当中，人家下去那个就是秒杀，真的就是成为狮子的 buffet。好，是从头发吃到脚趾头的骨头都吃光。可是他居然在狮子坑里面毫发无伤，那些狮子的嘴巴都怎样？都被封住了。好，他们很想要啃但以理，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然后那3个朋友好被丢到火炉当中，结果那个王一看到火炉当中不是3个人，还有第4个人是谁？人子。他看到了人子也在火炉当中，他看到了神的人子就在跟那3个朋友同在，所以他们毫发无伤，完完整整的出来。可是呢，圣经还说，本来有一些人要把他们抬进去、丢进去烧的人，抬他们要丢进去烧的人，自己都先被烧死，可是那3个朋友毫发无伤。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就是让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管你自己活得像是个奴隶，不管你现在有多少人好要攻击你，要陷害你，甚至就呛你，好，我一定会把你干掉。甚至你可能就觉得自己已经在狮子坑、在火坑当中，但是你要记得希伯来书4章14、15、16。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可以带我们进入迦南的安息，可以带领我们在安息日当中的安息，甚至可以带我们进入到今日的安息，每一天都可以重新得力。这位大祭司，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你觉得牧师会体恤你的软弱吗？部分嘛，好，牧师已经尽力了。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软弱，除非你来告诉我。就算你告诉我你很软弱，我能够做什么？祷告，好，陪你一起软弱，好，可能鼓励你不要再软弱了，我们一起祷告吧。牧师没有办法像这位大祭司，可是这位大祭司他是知道你的软弱，看着你的软弱，还体恤你的软弱。所以我们来读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相反地，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里讲到3件事情，我们的软弱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上面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就是你的人生，觉得像不像？你觉得这张图像你的人生，请举手。好，没有人举手啊，有人不好意思举手。好，这张图呢，是今天早上我请那个 ChatGPT 画的。好，因为今天早上带完共读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再把这个图呢，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图，所以就告诉 ChatGPT， 请你帮我画一张图，有一个人站在很多路的路口，然后呢，很多的路标好在前面，所以 GPT 他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好，还这个感觉还不错耶，就是我想要用讲的，好，他就可以画出你所要的东西，而且他可能画的比我想的还好。我们的人生，你在面临的，我要读什么学校，我要跟谁交往，我毕业之后要找什么工作，我要在哪里买房子，我今天要吃什么，我要穿什么，我要喝什么，然后很多的路标代表说老师怎么说，爸妈怎么说，同学怎么说，网红怎么说，好，然后呢，赖清德怎么说，或是这个美国总统叫什么？拜登怎么说？好，你可能会想要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路标，好，在寻找，在聆听。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怎么说？这个路怎么选择？因为有一个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同情我们所受到的试探。他鼓励我们和他一样怎样？不要犯罪。软弱有时候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的试探不是你自己去找的，可是我们就是会遇见试探。遇见的意思就是进入那试探。我们没有进入了安息，结果我们是进入那试探。我们没有进入了迦南地，结果我们进入到一个陷阱当中。有没有被骗过钱？有没有被诈骗集团打过电话？有没有收过全能神教会的嗨你好，想要跟你交个朋友？很多，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试探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我们就会陷入。但是大祭司他帮助我们和他一样，他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都可以不犯罪啊！我们来读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好，小字也要念哦。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一个人好，以赛亚书30章15节，好上，好，我们怎么样安息？对不起，我们怎么样得救？刚才那张这么密密麻麻人生的路，到底你要怎么样去选择？就是关键，你要先归回安息。上帝早就已经在创造6日之后的第7日，上帝已经进入到那个安息当中了。上帝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上帝在那边预备好一个安息，在迎接我们。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呢？就是透过神的话，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所以唯有透过读经、祷告、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才会进入那个安息。在那个安息当中，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活的日子才能过得平静安稳，简称什么？平安。平静安稳，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你过去这个礼拜有没有平安？都很平安。有没有做噩梦？有没有吃坏肚子？有没有上吐下泻？有没有钱掉在路中间？有没有没有钱可以掉？有没有掉头发？没有头发可以掉。一个人一天要掉几根头发？一个人一天要掉50根的头发，你相信吗？
相信，那你的头发有多少可以留着？就算你吃了很多的营养品，你的头发它会自动的离开你。但是我们的人生需要平安，但是不要担心头发掉了，那个毛囊顾得好，它还是会长出来。到一个程度，毛囊受损，它可能或是基因的问题，它可能就不长。但是上帝让我们每一天不见得都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内在。为什么外面都有 COVID-19， 外面都有抗争，外面都有这个青鸟行动，可是你有平安呢？因为我们的内心进入了那个安息当中，不是昨天，是今天；不是明天，是今天。每一天一再一再的进入那安息当中。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在接下来这一周，如果我们有参加小组或是小组分享，牧师都很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小组当中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投入在分享当中，我有参加几个小组，没有办法每个，但是有参加几个，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有时候分享都比牧师在台上讲的还好。我觉得这个对牧师来讲就是一个肯定，弟兄姐妹用同样的圣经读同样的经文，可是呢，他把这个经文变成是他的，所以当从他口中讲出来之后，哇，让大家都听得懂、明白，而且有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上帝的道已经住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小组当中，你可以分享安息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而圣经，上帝要我们如何的安息？你可以好好来思想准备。我们的安息重点是要跟神交账。安息不是放假，不是请假，不是休假。安息是为了有一天要跟神交账，知道上帝的恩典如何的在我们身上。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安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卓越、超越，而进入安息。上帝的话可以带我们进入安息，上帝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灵魂，上帝的话还可以带我们进入到高天。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呢？好，大家一起来思考，也为这三件事情来祷告。安息是顺服神的话，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顺从神的真道。我们能够听到跟行道中间不是等号。听得到，你要明白，明白之后，你要接着祷告立志。今天立志长老，立志，好，他可能参加第一场。立志之后呢，就是要去行道。所以从你听了一场道，上帝的话，到你行道出来，这中间还是有步骤的，很多的步骤。这些步骤都是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亲自为我们叹息、祷告、吐气。你能够行出神的话，你愿意奉献，你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你愿意刻苦己心，你愿意攻克己身，因为圣灵借着上帝的话成就在你的心里。圣灵已经把上帝的话刺入、剖开在你的心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今天就是安息。礼拜一也是安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2024、2025、2026，每一天都是安息。邀请圣灵帮助你。昨天我在讲一个电话，电话那一头他骂我，他很生气，他对我大吼大叫，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安息，我没有跟他大吼大叫，我没有对他生气，我很有耐心的听他把话讲完，很有耐心的听他要说什么，最后让他的气都消下来，他自己也讲不出话来，他可以恢复理智，好好的继续讲话。这是一种安息。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安息当中，一点点的事情，一点点的波动，你的心就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你不用像那大祭司，你知道大祭司他要去到约柜，大祭司有多害怕吗？他要禁食，他要洗7次的身体，他要不断的读上帝的话，他要不断的晚上不能睡觉，为了怕自己晚上打瞌睡，不穿鞋子，赤脚站在地板上面，因为他要去见上帝，他要去约柜的前面，他要刻苦己心，甚至他见了上帝，他都不知道他出得来出不来，所以他脚上要绑一条绳子，绳子上面要有铃铛。当他在里面活动的时候，外面人会听到铃铛的声音。如果他进去了，那个铃铛没有声音，10分钟、30分钟、1小时都没有声音，那个大祭司怎样？他已经去见耶稣，安息了，直接盖白布了。那一条绳子的作用就是把它拉出来，因为第2个进去的也会一样，第3个大家都会死在那边，要把它拉出来。我们不用这样害怕。你会不会哪一天读圣经，我会死在圣经的前面？会不会哪一天读圣经，我要先套一个安全带？等一下我读经，好，等一下每天读经都要与妻诀别一下，好，我要去见上帝了，好，等一下我就不一定会回来了。不会，为什么？因为耶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犯罪，但是他告诉我们不要再犯罪。所以第3件事情，如果你有软弱的事情、犯罪的事情、试探的事情，你把它写在周报。对不起，这周报有一个数字错了，4章15节，但是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你把它写在周报上面，然后为这些事情，把它勇敢的带到上帝的宝座前。不论你缺乏的是金钱，缺乏健康，缺乏信心，缺乏爱心，就把它勇敢的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上帝要让你得救，因为你归回安息；上帝要让你得力，因为你有平静，有安稳。我邀请大家从我们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心头的重担交给主，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都会化成珠。从头再一次，当我发现，求圣灵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求圣灵帮助我们心头的重担交给主，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再一次，我们会化成祝福。更深的发现，当我发现自己逼不住，将心头今天就是安息日，现在就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今天上帝要带领你归回安息，今天上帝要赐给你平静安稳，用你的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话。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将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
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黑暗的时刻？什么是你心中的担忧害怕？来见上帝，不用害怕。即便安息主怀的那一天，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遇到的试探，他鼓励我们不要犯罪，不要试探上帝，不要让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准备要去迦南的路上，却说我要吃西瓜；准备要去迦南的路上，却说不要，我肚子饿；准备要去迦南的路上，说不要，我口渴，我走不动了，我累了，我不要去了，我放弃了。去迦南是一条应许的路，是一条上帝要给你给我一个美好的祝福。让我们抓住这个迦南的应许，抓住上帝这条路，每一天看得更清楚，每一天走得更坚定。让我们在困境，让我们在绝望，让我们在失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何能够把上帝的道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口，把你心中的软弱、试探交托给神，因为今天上帝要释放你的软弱，今天上帝要救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试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试探，把我们的缺乏、困境都要交托给你。因为今天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要相信你。今天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要回应你，我们要向主来交账。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日记录那安息。今天我们就要领受那安息，今天我们就要得着上帝所赏赐的能力，上帝所赏赐的信心。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举起你的手来宣告，充满盼望。举起你的手，能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虽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炼尽我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纵然试炼，纵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炼尽我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把最大的荣耀归给你。当我们的生命被炼尽，当我们的生命得胜的时候，就是你得荣耀的时刻。愿你帮助我们的软弱，愿你带领我们走出黑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感动与帮助，使你们能够得连续，使你们每一天能够蒙恩惠，使你们能够得到上帝及时的帮助，从今日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神是让我们软弱变为刚强，神阿们吗？阿们。再次赞美他，因为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哈利路亚。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
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有没有用最大声的心，我们在天上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啊，那请我们互道平安，那同时也把我们的椅子收起来，谢谢，我们下周见哦，下礼拜主日见，平安。